来看这个民众党的党团副主任杨宝珍昨宣布辞职。虽然杨宝珍讲这毋是党内的斗争，但是煞哪靠哪讲，引发着外界的猜测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今仔日互问到这件代志，是帮忙来疏圆，讲这个杨宝珍伫咧民众党工作遐尼久咯，总是有感情。他哭我是不觉得奇怪吧？他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，总是有感情嘛。面对甲家己前3场选战的党团副主任杨宝珍宣布请辞时，确实是萍水讲流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赶紧替家己人讲话。杨宝珍并且批文讲，多谢大家关心，我只是死党志无退党，但是要做出这个决定，心内是困甲真久。黄珊珊嘛伫咧面册，唔敢讲，宝宝啊，其实真正忝啊，好好休困一个，军单里转来，过去战友别拢来甲斗相天。这是杨宝珍请辞时间点，拄好就伫咧陈立涵就任党团主任的过程中，都叫外界想到，这跟和党内斗争有关系。我想这个不是立法院党团的事哈。我想这个部分，昨天我们大家都表示得很清楚。杨宝珍协助攻防，却疑似被请辞，难道在民众党里面，杨始终战不过狼吗？董事长陈立涵跳出来澄清，过来保证走看起来高度相关，两个独立的事件短暂交接，甲细节工作是伫咧小答，是想看重我，嘛想看清戏。杨宝珍的离开，恐惊嘛影响到民众党20228期议员的布局，就和国民党选将拢感觉可笑。他有意了要来参选松信的话，你会支持他吗？那要看他以什么政党来参选，因为他现在说他没有退党嘛。那他如果继续用民众党参选，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倾向于支持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年轻的选将。这个会敢是一个向杨宝珍下手，这是杨宝珍请辞了后的亏，陈立涵嘛方点名可能参选，不过有人讲无参选想法的规划。另外，前时的市府发言人7天前，如今回党部做声量嘛真悬。目前没有确定选区，也都会尊重党的机制。很感谢大家积极帮我找选区。他到底要选台中还是要选松山信义，他也还没决定啊，所以让他停下来休息一下。杨宝珍的离职，和民众党的战略搁在降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